在咧10年前，高雄有一个查甫老师呢去互姓刘的嫌犯抢劫，本地是要甲这查甫老师抢轿车，却抢无成，查甫老师的头壳互伊含骨肉的不幸来过往。这个嫌犯进前5届拢互判死刑，不过今仔日金死刑宣判合议定认为这抢的金价证据不足，而且也袂当排除这嫌犯有改善的可能性，对这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半夜，我女儿发狂。想到这10年来悲痛，家属是真艰苦。这个害家己家破人亡姓刘的查甫人，算是逃过死刑，往生家人翁婿真好接受。约2000元，都是大约数，不是正好2000。最高法院我说最高判院就是说，他一定要证明正好2000。2014年12月初，高雄一个捌得到师大奖退休的查某老师，去有一个姓刘的嫌犯抢劫，要抢伊的车，趁这个查某老师上车了后，用钢推讲伊的头壳。不过因为车抢无过手，嫌犯佫讲叫这个查某老师几届致使伊不幸过往，而且佫把这个老师分数顶的钱摕走，涉嫌犯强盗杀人、强制性交等罪，为1审、到经3审5届互判死刑。到经4审合议庭所认为讲，互抢去的这2000块，欠缺其他积极的证据，嘛无法度完全肯定这个嫌犯无教化的可能，该判无期徒刑，终身剃头公权。凡未废除死刑之国家，非犯罪情节最重大之罪，不得科处死刑。那本院合议庭认为，被告的犯罪情节并不符合所谓最重大之罪，那所以因此不能判处死刑。本案显然高等法院的法官在挑战一般民众对法律的法感情及公平正义的认知。这个嫌犯涉嫌犯强制性交罪，因为1审无上诉，专案定刑。若强盗杀人的部分也有当上诉，家属强调讲一定会上诉到底，要替往生者讨公道，或这个嫌犯面对伊应当受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